嘉义真出名的沙哥鱼头店有人客啊，伫厝内咧食，再发现汤内底有家爪，还有人汤内底食到塑胶袋啊，相关的问题连续发生。本地是讲停业2天啊，来做卫生的清洁，但即马要延长时间咯。光华分店嘛，无限期自主停业，总店嘛是对昨开始停5天，业者就讲啊，重新整顿啊，希望会当挽回消费者的信心。嘉义出名的沙哥鱼头店无做生意，员工拢咧无用摒扫，因为进前连续爆发着食安问题。这是蟑螂。有民众抱卵去吃，结果看到汤内底有一只家爪，真正足冰棒。也有人客食到一半，抓准食材，也毋可刷加袂当，落尾发现竟然是塑胶袋啊！业者紧摕咧2甲23自主停业，也毋过考虑到事件对品牌，也个对消费者的心理影响，决定延长休业的时间。做了很多的更细节的一些清消，像今天也是一整天都有教育训练课程。卫生局有2度来稽核，目前都是符合标准。但我们为了让顾客更放心，我们是自主的消毒管理。我们希望说赶快的来把事情处理好。这是最重要的。业者讲，包括着食安正义的光华分店，自今仔日开始无限期自主停业，将会专门检视环境甲流程，也有管理标准。那中正路总店是对昨到2停业5天，停后全面清洁甲消毒改善后，才会看状况恢复营业。嘉义即间做超过70档的沙哥鱼头老店，这回遇到食安问题，用暂停营业、重新整顿，希望会当挽回消费者信心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